喂，大祖兒，你好少咁勤力㗎喎嚇？揾咩啫？結節性養疹，調轉咗啊！結節性養疹，我記得咧之前我哋呢個 topic 咧拍過㗎，你記唔記得幾時出街啊？哦，咁你揾嚟做咩先得㗎？我咁啱有個朋友真係患咗結節性養疹，諗住幫佢揾多啲資料啫嘛。咁咪簡單啦，問人咪得咯。問邊個啊？ Doctor 鐘。Doctor 鐘啊，我哋成日都會聽到濕疹、蕁麻疹，咁結節性養疹對好多人嚟講都比較陌生，究竟係咩嚟嘅咧？結節性養疹咧，其實係一個慢性皮膚免疫系統失調引起嘅疾病。咁顧名思義咧，其實呢個病咧係分為兩部分，就係結節同埋養疹。養疹意思咧，即係話痕癢引起嘅皮膚紅疹。咁患者咧會因為身體嘅一啲問題咧，令到皮膚非常之痕癢，咁而令到患者咧係冇辦法控制咧，好想去拗，而拗完之後咧，佢皮膚會破損啦，而引起發炎，而令到患者係更加想繼續去拗，形成一個惡性循環，而令到咧病情慢慢越嚟越惡化。而第二部分就係結節，因為皮膚咧受到呢啲嘅破損咧，佢會覺得咧佢係受緊傷，佢想保護自己，令到皮膚咧係會更加增厚，慢慢咧就會形成呢啲結節一嚿嚿咁喺個身體上面，所以就係結節性養疹。咁就咁聽落去咧，好似係一啲其他皮膚嘅痕癢嘅病一樣啦。咁但係其實咧，唔係每一個痕癢嘅皮膚病都會形成呢啲結節嘅。同埋近年咧，因為有啲針對性嘅研究同埋治療咧，其實咧醫學界咧係將呢一個病係獨立咁樣去睇。例如有個患者可以有濕疹啦，咁佢好痕癢而形成一個結節嘅話咧，咁呢個患者係可以同時有濕疹同埋結節性養疹呢兩個診斷嘅。咁其實咩原因咧會導致結節性養疹呢？其實結節性養疹嘅病因咧，主要分為三大元素。咁第一部分咧就係痕癢、皮膚炎症呢一部分。咁咧患者嘅身體咧可以有其他嘅狀況，例如咧可以有肝病啦、腎病引起啲痕癢啦。佢哋可以有內分泌嘅問題啦，例如糖尿啊、甲狀腺、副甲狀腺嘅問題啦。又或者常見咧，有可能有一半嘅患者咧都有一啲敏感性嘅疾病，例如濕疹啦。咁甚至咧係有一啲血科嘅病，例如淋巴癌症啊，呢啲都可以引起患者嘅痕癢、皮膚嘅發炎。咁而第二部分咧就係神經嘅發炎啦，因為我頭先提過，患者會不斷咁樣去拗佢啲皮膚，而呢啲嘅行為咧其實會令到皮膚上面嘅神經線咧會發炎，佢哋結構咧亦都會甚至出現破壞，出現變化。咁呢啲變化同埋炎症咧，其實係令到患者係對痕癢係更加敏感，佢更加容易感覺到呢一個痕癢嘅感覺，而長久落去咧，甚至連腦部大腦負責去控制呢個痕癢感覺嘅部分咧，亦都會過度活躍同埋失調，咁最終咧就係會對痕癢非常敏感。而第三個要素咧就係一啲纖維嘅細胞，因為咧唔係話所有嘅痕癢嘅皮膚問題都會引起啲結節，而結節性養疹嘅患者咧，佢哋嘅纖維細胞亦都係有過度活躍啦，同埋異常同埋失調，咁咧所以就會形成咧我哋好後見到嘅結節啦。呢啲結節咧就係由呢啲纖維細胞組成嘅疤痕組織啦，同埋表皮嘅增生咧所形成嘅呢啲結節。咁所以呢三大要素，痕癢皮膚發炎、神經線發炎同埋呢啲纖維細胞異常咧，就形成結節性養疹。咁結節性養疹有啲咩症狀咧？同埋佢通常會生喺咩部位咧？最主要嘅症狀咧都係痕癢。咁而呢一種痕癢咧係長期嘅、慢性嘅，同埋咧係持續不斷，任何時間都可以出現嘅痕癢。例如喺患者咧，可能喺瞓覺嘅時候都會痕癢啦，喺做嘢嘅時候都會痕癢，所以其實好影響患者嘅生活質素啊、睡眠質素啊，同埋心理狀況。
而佢哋出現嘅位置咧，都係講緊患者可以拗得到嘅位嚟嘅。因為咧，如果你唔拗唔破損咧，就唔會形成嗰啲結節。咁所以有一個好特定嘅病徵咧，就係佢哋喺背脊咧會有一個好似蝴蝶狀嘅位置咧，係冇結節嘅。因為咧，人隻手好難拗到嗰個位置。咁所以患者你會見到可能手啊、腳啊、四肢肚啊、背脊容易拗到嘅位置咧，都會有一啲一嚿嚿可能係好對稱嘅結節。咁如果不幸患上咗結節性養疹，咁應該點醫呢？咁結節性養疹嘅治療咧，主要分為幾部分。第一個大原則咧，就係醫生咧會去詳細咁樣檢查咧，患者會唔會有一個背後引致痕癢嘅成因。例如我哋會抽血檢查佢哋嘅肝腎功能啊，去睇下有冇內分泌嘅病啊咁樣。咁咧，如果呢一啲嘅成因或者係病情咧，我哋揾得到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對症下藥啦，希望控制咗佢哋背後嘅病情咧，咁可以減低患者嘅痕癢。咁但係其實有部分患者咧，可能係揾唔到呢啲成因，或者咧佢哋係嗰啲病情咧係未必可以控制得到，例如可能腎病未必可以逆轉得到。咁我哋咧就會針對性咁去治療呢啲結節性養疹。咁主要分為咧外用嘅藥同埋全身性嘅藥。外用嘅藥咧，咁第一個好緊要嘅咧就係搽潤膚膏啦。潤膚係非常重要，因為可以減低呢啲乾燥引起嘅痕癢發炎。咁而另外咧，我哋要消炎，呢個減低啲皮膚嘅發炎，可以用類固醇嘅藥膏啦，可以用冇類固醇嘅藥膏。咁而咧有啲治療咧，其實係可以將呢啲咁厚嘅結節咧係整薄嘅，例如一啲冷凍嘅治療啦。咁如果喺一啲好差、好痕癢嘅位置咧，其實我都可以咧局部咁樣注射類固醇落去呢啲位置，令到咧佢某幾個更加嚴重、特別嚴重嘅位置咧係去舒緩。咁呢啲就係外用嘅方法。如果咧係冇效，或者患者咧嘅結節性養疹實在太大範圍啦，咁我哋會用全身性嘅治療。咁又係分為兩大部分。其實最主要第一部分就係消炎。咁消炎嘅方法咧，我哋傳統可以用照燈啦，我哋會用紫外光燈去調節皮膚過度活躍嘅免疫系統。咁其二咧，我哋可以用傳統嘅免疫系統藥，例如甲胺蝶靈啊、環孢素呢一啲，不過佢哋副作用比較多。咁近年比較大嘅突破咧，就係一啲針對性，我哋話比較標靶，我哋去控制咧呢一啲嘅炎症嘅根源嘅因子，例如白介素4、13、31呢啲因子咧，就係同結節性養疹好有關係。咁我哋咧淨係控制呢啲因子，唔影響，亦都唔抑壓其他嘅免疫系統，咁所以係可以有安全、有針對性咁樣治療結節性養疹。咁而第二大部分咧，就係關於止痕嘅方面，因為我哋知道痕癢呢一個係引致佢哋有惡性循環嘅一個好大嘅根源啦。咁所以會有一啲止痕嘅藥物啦，例如比較常用有啲抗組織胺啊、一啲敏感丸，或者咧係其實有啲神經線嘅藥物，例如咧好似用嚟醫神經痛嘅藥物咧，其實都可以有助減低呢個痕癢。咁而亦都有醫生咧會用，因為我頭先提過，其實佢哋會好影響患者嘅情緒。其實咧，如果用一啲情緒嘅藥、抗抑鬱嘅藥咧，其實都可以有助舒緩病情。咁除咗藥物之外，患者仲有啲乜嘢要注意嘅地方呢？同好多其他嘅皮膚病一樣啦，其實我哋護理咧皮膚喺日常生活咧都好多嘢可以做。咁痕癢係呢一個病嘅主要病徵啦。咁但係咧，因為本身痕癢係一個反射嘅感覺嚟嘅，越叫患者唔好拗咧，其實咧係會越想拗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要做其他嘢去舒緩，例如可能喺痕癢嘅地方咧，我哋可以凍敷啦，我哋可以用潤膚膏捽啦，就唔好用手指去拗啦。咁我哋可能會建議患者咧係剪指甲啦，咁亦都可以係戴手套去瞓覺啦，戴一啲棉質嘅手套，咁預防自己喺瞓覺嘅時候咧不自覺咁樣拗嘅。咁除此之外咧，生活上亦都好多嘢可以做嘅，例如咧可能沖涼嘅時候啦，沖涼嘅時候咧，咁好多患者話佢哋會用啲好熱嘅水沖涼會舒服啲，或者沖好耐時間，但係其實咧短暫嘅啫，之後咧佢哋會更加乾燥啊，同埋更加痕癢。咁所以咧，我哋會建議患者用一啲有滋潤成分嘅潤膚膏啊去沖涼啦，或者有滋潤成分嘅沖涼液去沖涼。咁咧亦都咧唔好話沖咁長時間啦，同埋唔好用太熱嘅水。咁而佢哋咧亦都係有一個好重要嘅建議咧，我哋係會建議佢哋減壓啊，因為其實壓力啊，生活上嘅壓力啊，其實都會咧係惡化皮膚或者引起皮膚嘅翻發。咁保持身心健康咧，其實係可以咧減低呢啲炎症嘅。咁當然你都係需要咧同你嘅主診醫生去傾啦，就係話去睇一睇你每一次引發佢嘅痕癢啊，或者引發佢翻發咧係咩原因。咁你嘅主診醫生咧會針對性咧去同你去分享你嘅生活細節，有邊度可以做得好啲，咁然後去改善病情。多
謝多德鐘同我哋分享咗咁多結節性養親嘅資訊。各位觀眾有任何嘅疑惑，記得及早去揾你哋嘅家庭醫生啦。